环境部甲教育部合作，对8月18，也就是今仔日开始，要伫高中的课程来增加新气候政策的内容。另外，这联合国是针对着塑胶公约来开会，有要200个国家去参加。咱台湾嘛派访问团去甲关注，也毋过经过10天的谈判，这场会议也是无共识。 全球受气候变迁影响，有破纪录的高温，嘛有落大雨做大水等等。气候变迁是现代人爱共同面对的问题。为着要互学生了解气候的重要性，自8月10日开始，和教育部合作，要伫高中生原本的课程内底加入新气候政策的内容。有学生表示，家己住咧东部，对气候的变化真有感觉，希望透过年底参加 COP30，为台湾2050年的净零目标打拼，嘛透过讨论来国际交流。 所以，其实我也很想要去学习，就是他们在面对到这样子的气候变化，还有可能冲击，那他们有什么样的调试的方式？我们下半年规划去录制线上课程，目前暂定名称是与2050近邻世代的对话。我们希望透过线上平台便于学生观看，而且用线上测验的方式，及格者我们就发给证书哦，那可以纳入学习历程档案。 另外，自8月初5开始，联合国伫咧日内瓦办会议讨论塑胶公约，希望替全球的塑胶污染制定约束条文。咱的环境部部长表示，未来海内面的塑胶恐惊会比鱼仔较侪，所以台湾针对减塑提出6个方法，包括鼓励使用再生的材料。 延长物件使用的期限等等。气候变迁也包含了减碳、减塑、资源循环，这个都是整个环节的一部分。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气候变迁为主要的核心。但是联合国塑胶公约经过10天的谈判，要我200个国家参与，不过因为伫咧塑胶减产的条文争议真多，最后是无达成共识。 咱环境部表示，无论结果安怎，台湾减塑的决心未受到影响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